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嘅节目，我係综艺群阿群妹。大家有睇過一句話冇？講到頭媽都紅誒，呀醫生嘅面啊就會轉強了。也係乜嘅意思呢？就係你頭媽豆啊，其實有當好嘅營養。古時候就係你講1年食3000條，我是嘅頭媽要紅。啊呀，句話就係講1年食幾粒嘅頭媽豆，哇！但係都唔是去看先生嘅，唔是去看醫生嘅哦。古時候你節目當中啊，就係來同大家來紹介，呀頭媽豆啊，做得用嘅食，食來佢有幾多種品種，無強嘅品種做得有無強嘅食法。你看啊，你做得上色啦，食青頭媽豆啊，咩做得食煮湯啊，半日湯，當甜用啊頭媽豆，香味嘅頭媽豆，所以頭媽豆有幾多種？基本要愛紹介也就泰國紅嘅，所以佢真係係頭媽豆嘅專家，因為佢打出嘅一隻那頭媽豆嘅聯合國啦。今日來分享龐太哥，歡迎龐太哥。主持人好，還有各位觀眾朋友好，大家好哈！我係帶着新竹關西來嘅，係彭金忠先生啦哈。我係專門種頭媽豆種25年嘅，所以你種嘅頭媽豆很多當到世界聯合國嘅頭媽豆。真嘅，大家就講人家嘅農業啊，已經唔單止係農業嘅，做得講佢係一隻頭媽豆的聯合國，做得講很多聯合國係因為叫當到種嘅頭媽豆係冇？係啊，因為種嘅頭媽豆嗬，頭個80年開始種頭媽豆嘅時候，就係講當年客家講頭家頭媽豆愛當甜人按到好食啦。係啊。當邊間我哋開放嘅農場嗬，喺做地本人下休閒，來嚟農場自家摘頭媽豆。結果人下到嘅時候嗬，人下先會反映講，頭家頭媽豆唔係甜嘅好食，酸溜好食。哎喲。有人講頭媽豆軟好食，有人講硬好食。有人講頭家排先係要糖尿片咧。經用㗎啥？糖尿片其實講頭家，你做地種嘅無甜嘅糖尿片式嘅頭媽豆。嚇！台灣嘅頭媽豆大部分都有甜嘛，嗬。甜唔多，梗係是上去愛幾多錢？錢係無甜嘅頭媽豆。結果就甜到個你低糖，做個無甜嘅頭媽豆。結果種起來嗬，你當當要減肥也會來食啦。哇！韓國就糖尿片自就食啦。哇！嗰時候睇講咗，你同大家講一下，人家農場種嘅頭媽豆啊，算來有對哪幾隻國家來嘅？有哪幾個國家的聯合？農場地位種嘅頭媽豆哦，大部分台灣嘅品種提到，過來是差唔多日本嘅，還有韓國嘅，泰國嘅，哇，還有以色列嘅，還有法國嘅，哇，還有非洲5年嘅5色頭媽豆還有。哇！今日去到人家農場就唔是出國嘅呢？係啊，因為台灣嗬。台灣啲人咧，台灣人當然出嘅啦。出嘅嘅話，其實講頭家我去計法國嗬，結果計法國嘅頭媽豆真好食。結果人樣我唔係種法國頭媽豆咯。應該是唔是出嘅去法國看頭媽豆嘅？我知道人係人講得有道理哦。因為你係人做得進口嘛。對面我是想，人農場人實有阿人嘅抱怨啦，有阿人嘅需求嘛嗬。梗係是人到外嘅進口到農場嚟種，結果種咗咁多年之後，種啊變到有40兩隻品種。40兩隻品種，就係亞合錯冇？亞合就按到番茄聯合國。番茄聯合國。古時候你亞合看到有當到色，無缺用花紋咩無缺用，依家全部都係頭媽豆哦。係，全部係頭媽豆。而且每隻國家、每隻品種。每隻色都要放到地位度。都係大概同大家講一下嘛。地位頭媽豆嗬，所以講當到色嘛嗬。有啲人其實講頭家應該是，有啲人講南門人講是茄紅素，所以是嚟種嘅紅色嘅頭媽豆，將嚟紅色嘅小番茄、大番茄，我攞茄紅素當高。茄紅素當高。西門人是講我皮膚一當正，其實是嚟黃色嘅頭媽豆，因為講維他命 C 當高嘛，養顏美容嘛，所以講西門人皮膚一正。還有種葉酸的，像那強色的哈，有咗奇異果番茄啦，就青葡萄啦，芝麻綠啦哈，你還仲有說講床頭有魚腎啦哈，記得建議我大家講，而家當當然太多事嘅啦哈，懷孕嘅啦哈，能夠生人而幫助發育，而是幹嘛嘅？按到葉酸高嘅頭媽豆。葉酸下高嘅頭媽豆，哇！我都未講讓開始
进口的都世界토마토。哇，姑嫂，你看哦，像是토마토，你就做的是到按多种的营养，因为有无香的色。姑嫂，토마토係就同貼片咧農作物吼，佢做得有按多無香的色神。其實토마토嚟講吼，你按台灣人食토마토，唔管係生食也好，做菜也好，用嘅量吼非常嘅多。懂懂，像呀哈，今日啊，大哥有貼片帶幾種台灣當少見的토마토，我來幫阿佢們來吃食看啦。試看看啦。呀，只黃黃的啊，我試到佢看起來有一些咧像桃誒。其實講到水蜜桃토마토，它就叫做水蜜桃。佢生毛嘅。嘿，錯啊！我冇看過有生暗豆毛的토마토呢。當然個，奇怪，條家隻토마토吼，特種都皮都暗彎彎嘛，吼冇生毛，叫奇怪，兩種嘅토마토因為也冇聲音，那個香菇也很用嘅。同我老人家講，我條家嘅毛按到綁起件毛，唔是啊，細下子做先。呀，就細的就做的是呀，蛋糕的毛沒做的是。做的是啦，然後按水蜜桃控肉。好漂亮，它很像那個天鵝絨的那種質感，對不對？做的試試看啊。當然吼。很軟的呢。係啊，攞水蜜桃토마토控肉，軟呢。韓國給我一種香味，已經不單只是토마토的香味，其實也冇暗甜。不過我覺得它也是可以拿來當成水果吃的토마토。對不對？而且當然個，條街的水蜜桃토마토到底有水蜜桃的味道嘛？那個冇啦，토마토的味道甜甜的。但是好好吃哦！我懂，好像有一些咧酸酸的토마토，也就係有一些咧酸味的토마토。什麼？又係水蜜桃토마토。很多沙律我吃到呀，有一些咧像小黃瓜。當然個，條街嘅토마토 아니，結果出嚟咗奇異果番茄，但係토마토因為搶食咗。呀，係奇異果番茄。奇異果番茄，你看伊是佢那位上到奇異果凍槍嘛？看是？看不出來。看唔出。太難了。那再咬落去，冇是多切開嚟是啲邊肉，然後個奇異果非常的香。現在就本觀眾朋友來看。好，佢啲邊肉搶食的。條啲토마토嘅肉咩係搶色嘅呢？係啊。韓國嘅係動車口感。係，佢係屬於那種嘅車甜甜。啊，所以那就還有種個芝麻粒嘅時候，軟甜甜就冇香咯。軟甜甜，係車甜甜，也係哪片的品種？也係荷蘭的。荷蘭的奇異果番茄。奇異果番茄。啊，幾啲荷蘭就叫做奇異果番茄。係。荷蘭會用牛肉토마토有聽過嗎？哈？牛肉番茄啊？牛肉番茄。是在台灣某個超市裡頭賣那種牛番茄就啊。哈，它叫牛肉番茄哦。正確的名那種牛肉番茄。是哦。結果當到老人家是講，你仲係食牛肉番茄啦。結果條家係實在的，實在哦，做唔到食牛肉토마토，係講又冇撈牛肉冇關係啦。所以個台灣人咧成年人嗬，前厲害。入咗台灣嗬，啲荷蘭嘅牛肉番茄，怕大家誤會。來台灣5年之後，其實肉是唔見嘅，就變牛番茄。原來是這樣。那水蜜桃番茄基本帶咩？按到水蜜桃番茄。按到水蜜桃番茄。又係哪片來嘅？係歐洲嘅。歐洲來嘅，故說它在歐洲歐文就叫做水蜜桃番茄。好，不會講歐文。所以好了呀，當你影下來演演強強誒，又係乜嘅啊？係青葡萄番茄。又係青葡萄番茄，而且我覺得它有一點快要透明的感覺了耶。嗱，到農場地擺嗬，將那種嘅青葡萄番茄嗬，當當然唔曉摘，係講介紹嘅時候就做搶食咯，當甜當好食。結果然後嗬，其實摘到2-3斤轉去哦，結果轉去叫冇就摘甜嘅，因為我按酸按難食。原來嗬佢摘到冇熟嘅，冇熟看起來分不出來。就係說，像你哋那種，看起來有啲黃黃，有啲透明就話。按到成熟是當甜當好食。哇！你一摘到佢就長長嘅就好，可是蠻熟。哇呀，真係會搞錯哦！可能去到農場去家長，上工摘較多的位啊。係啊，當然唔曉摘。哇，古時候我看佢有熊嘛，就會看它會不會有點透明。透明係暗有啲黃黃。哦，我來試看下。哦，這個好甜哦！哦，當甜啊，有個細細嘅時節就話種下種到個野生番茄就話，個紅紅嘅啊，佢嗰種토마토味道清楚。哦，有甜甜味道清楚。
哇，我知道也真嘅又辣酸，又酸又甜，因为我嘅三马有一点烂嘴，然后所以头马豆就有一些嚟痛。不过，但是我相信那个基本也是在等着头马豆做天，我嘅烂嘴应该就好诶，对不对？跟烂嘴所需要维他命 C， 好，维他命 C， 烂嘴冻就好，都在叫烂嘴就错诶。古时候也头马豆係哪来嘅？青葡萄、绿葡萄。欧洲嘅。欧洲的欧洲的头马品种。哇，冬天片呢？你看有暗豆无香的头马豆，韩国人上岸门后，泰国人自家种的40人种的头马豆，你自家青好哪一种？我咱农场这边我底下睇好少来讲哦，睇就是我是日本的桃太郎番茄，桃太郎。有，我看当叫的呀，当枪假的呢。因为其实头马豆吼皮吼粉粉，很解哈皮当泡，肉吼粉当好食。哦，肉粉粉。台湾人吼食软没食硬较多。台湾人吃软没吃硬，竟然知道我是外国人。哦，感觉吃硬嘅是少嘅。我都好是切的头马豆。哦，感觉当适合。因为头马豆还冇讲非常的熟。好。佢当时我时会像个苹果种非常丰富。哇，你看呀，有些人你看水粉色的感觉，真的很像桃太郎的那个桃子，好可爱哦。其实桃太郎看到就是无人尖。好。其實桃太郎到日本有10-20品種。有太的，有細，有圓的，有扁的，有尖的。好。冇可能。哦，原來是看啊。試試看啊。硬吼。一皮真定凍泡呢。係。韓國水分凍到。凍到係，其實多切它有叫凍到水，底部凍到水，所以凍到已經凍好食的。而且它的那個tomato的纖維不會很多，它是很入口即化，它是底部軟軟。果凍那綿綿啦。對，攞杯夾個皮係脆脆，不過底部的果肉係軟軟的，好好吃哦。要睇好食的種誒。對，要蹦那個梅子一定超好吃的，好好吃哦。各位觀眾朋友有看到冇？你呀下吼，現場看得到當到，無強用色。韓國營養無窮用，當到全部大家網上見過的tomato處都有。故所想去韓卡了解龐泰國一個tomato聯合國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進來節目當中。好，非常到福喜來嘅節目，我係綜藝群阿權妹。今日節目地度愛同大家紹介係新竹關西嘅tomato聯合國，龐泰國嘅tomato聯合國，總係按到無強嘅tomato，當做無強嘅tomato就無強嘅味絲，韓國咩有無強嘅營養，錯冇？錯。像剛才有講到，有可能有黃色的就是維他命 C 它多，強色的就係葉酸它多。韓國大家單就底下就係tomato有很多的茄紅素。錯。一般嚟講，茄紅素是講茄紅素，就全世界有啊，吼，大家都好食紅色的，唔講桃太郎就好啦，台灣那邊芋泥小番茄啦，哦，聖女小番茄要紅色的，是去種個紅色的tomato，其實因為隻茄紅素對人體啊，吼，有點種個抑制嘅種個像抗癌一樣，有些南門人食條體好。古時候有茄紅素，還有其他營養嘛？係，其實佢茄紅素個吼，佢含有維生素 A 啦、B 啦、C 啦，吼。其實其他種個tomato，以色來講啊，吼，紅色是茄紅素清高嘛，所以講南門飲食佢對攝護腺清好。啊，黃色咧，所以講維他命 C 當高。對。但含有種所以講像那種嘅其他物嘅飲食講，條家叫做愛烏又唔烏，愛黃又唔黃嘅，哦，嗰種按照天然色素嘛，你看當當研究講，人參吼係天然的色素，人參就是彩色的，做唔就是化學嘅色素。哦，對，韓國有呀，剛才像樣紫色烏誒，係，紫色烏誒，呢種係竟然讓新種嘅一隻品種，叫做黑天使。黑天使，好好聽的名字哦。你看下這 tomato，你看起來烏色嘛，哈，紫黑色，變到轉來，又變到色無窮咗。幾大粒就按呢？係，你點樣用外形嘛？唔啲哦，哦，要種出嚟。係，錯。但熱頭曬到嘅是動物哦，啊，但係冇曬到熱頭嘅是變兩種色。好酷哦！都是變咗兩種色。哎呀，沒有哦，這也是嗎？這也是黑天使。係，咁黑天使。有時候就會曬到，哦，這個好黑哦。熱頭當然其實係動物啊，不過是查到講一片烏一片冇烏。所以講啊，你還是種到什麼都掉到溫性啊，是大下，你要想辦法到去大概拍攝的反射，然後比反射看乜鬼隻烏毛。
迄鬼叫五十青酱。哇，古说也无色的色素，不是色素，天然的啦，天然的颜色，天然的色素，对你身体有嘛该好处啊？其实五色的讲，佢唔係講，當然講，佢甜椒，甜椒佢咪有五色的，好啊，토마토也有五色的。其實有種嘅五色佢唔係講佢有黑色素，食到人皮膚就唔可以講變烏啊，因為講哦，個非洲烏人種嘅五色同埋烏，個食落去特嘅暗烏，其實唔係人，係唔係人講，因為佢有咗天然色素對人身體嚟講係增強人身體嘅抵抗力。會較強，就像你食東豆用嘅購置東豆用嘅長菜，至少唔除咗一開始講嘅，個tomato風咧，而成嘅面是強嘅，所以講食tomato當健康是唔會懶惰嘅。冇錯，韓國剛才有講到那個茄紅素，因為有唐天師嘅新聞，也係講到營養師嘅專家講啊，茄紅素要經過料理要煮過，它才會釋放出來，也係講要用油。就是有油跟茄紅素，才可以讓茄紅素釋放出來，也係真嘅嘛。係真嘅，因為一般嚟講嗬，茄紅素體好，所以講天然嘅食熱風嘅，天然熱風嘅茄紅素最高。啊，天然你食嘅時節，也食tomato，你打果汁，你喺上少嘅空中，加皮嗬做唔嚟薄提起，因為佢茄紅素體高，喺度啲皮老肉啊，當我哋薄起來有層係啪啪嘅嘢啊，改成一層膜嘅地方，加茄紅素會提高嘅。哇！但一般喺做料理嚟講，哈，一般茄紅素要加熱，對人身體嚟講，人食落去都胃都係消化嘛，消化都咪有時走到哪，走到西腸去，走太腸去嘛，嗬，啊西腸嘅絨毛要吸收吸收啊，嗬，體好，所以講要加熱。你去歐洲嘅味道啊，嗬，其實食tomato當時去，佢唔係用煮嘅，佢拿到切一塊塊，串起來，拿到烤箱底部去烤。真的要改，因為茄紅素啊，哈，你做唔嚟破壞溫度太高，對，啊，佢烤嘅溫度差唔多80度左右，80度拿出嚟食，係溫溫燒燒，我嘅茄紅素提好，真的哦，所以講我加熱後就做唔嚟講加到調嘅，還有就係講，你首先講加啲橄欖油落去清好，因為tomato係水溶性嘅水果嘛，蔬菜嘛，哈，啊，你係講加了嘅橄欖油滴得落去拌一拌，像意大利叫啥？哦，當炒麵啊，加些tomato全部會變到橄欖油落去，哦，去拌一拌，按食落去，按你然咧，個茄紅素吸收行得好，行得好。哇，古種無叫嘅tomato腸也有粉粉嘅，就做對拿嚟煮過。啊，假使講係按嚟強強，也係黃黃嘅，維他命 C 的就會上升，對不對？高溫嘅維他命 C 是唔見嘅。會破壞。對，然後就會按嚟無叫嘅tomato，要用無叫嘅料理方式咯。韓國其實啦，旁太講嘢就種tomato，做得種出按度，嘢就種出嘅技術。天秋同年無共用，人哋有奶豆同平年無共用嘅蔬菜。因為地下嗬，喺台灣嚟講，一種人都好些嘅品質好嘅農作物嚟講嗬，而家按照最新嘅科技嘅種法就講，按種嚟種天哪，我離開地球表面。離開地球表面。所以講，你種嘅東西而天冇被變到天哪，哦，那啲東西貼起來。所以講，我哋農場種嘅又到彩色甜椒啦、tomato裡頭嗬，所以講用進口嘅嗰種嘅椰子殼啦，像你推嘅啦，去印尼啦，當到嘅熱啊嗬，而啦水濕嚟嘅泡啊嗬，做嚟毒水之後，呢啲凍硬時，係硬時，唔俾發酵3年之後，哦，一邊冇咁解嚟冇鹼性嘅嘛嗬，是變有機配，那種進口嘅，所以講用嗰種嘅去用比較污染嘅去種，是講貼過去的。主要目的是講，種啲tomato切顆，哦，甜椒嘅切顆，當到做啊，吼，像球嘅形狀吼，切顆，你種一擺奶，一天都揾鮮嘅奶啊。當然見講啊，種木瓜也好，種啲種 tomato，種個甜豆度就話，嗰啲天奶種1年，種唔得種天1年。係，所以講因為啲土壤就話，台灣咧啲奶油嗬，天擇當到農民用當到農莊嘛，但係奶油會用快提去，天一啲。用當到化學配，又會用快提去，所以講個奶油是會酸提去，會硬化，係種質唔好。所以講你睇我講，離開地球表面，攞佢加過去啦，
大摆进口的奶全部都新的奶。新的奶。新的奶这种东西是冇用韩国因为新的奶啊，佢吃完就唔会有虫的呀，因为佢本来就会呛你。你呛你啊，佢在作物哈，佢生长动健康，你是不是救咗个？哇，古时旁太讲，亚布卡种的토마토咩唔是泻药的，错冇，全部就是无毒的方式来种植。尽量做到无毒啦。我在农场里边种tomato甜椒，你要说符合了政府做一个基源谱栽培。基源谱的栽培的方式，所以讲当然都要检验。好，所以讲了tomato吃起来是更安全。哇，古时出的呀奶冇用，其实啊，去到亚农场饮，听说会吃到，怎么像来到树林一样？因为像迷宫对，像迷宫都看不到对面呢，做嘛该不按的呀？因为一般来讲，tomato 哈，台湾的 tomato 係種到甜豆豆嘛，甜豆豆因為那個做個兩隻加起來，因為上到面當去，因到種咧就溫室咧是冇用，叫做上千個。哦，真的像迷宮哎，這是番茄牆的感覺。有直立式嘛哈，tomato 當成是一個上千架，因為它是藤蔓類的。藤蔓類，佢一田哈一安部一年7公分哦。哇！按長個一安部是2寸哦，每1寸一點。哇！所以佢上當架，因 tomato 下尾吼，tomato 下尾頂摘起去，因 tomato 頂上咗頂標下落。所以講，兩種嘅方式都係農業地邊生長嚟去栽培兩種嘅 tomato。一般 tomato 摘可能6針法是冇咧，因都是按一種嘅做摘差唔多40針法。哇！9間嘢度。做乜嘅做得按強？因為像頭擺亞布卡好誒，講亞布卡嘅菜園，慢慢沒有起價種一絲絲嘅 tomato，那個 tomato 啊，佢抬，就會打越來越多嘅 tomato，因為太重誒，就會有一點垂下來，就垂到地板上，然後就是溫到奶呀，就會上到面當冇好上嚟嘅是會對，亞布卡嘅亞農場種嘅 tomato 冇用，它是一直往上漲，全部都掉起來。掉起佢頂爬到當把人哋頂標下來，所以講當然個奇怪啦，tomato因為頭到兩位摘啊，個每吼摘到每條10公尺，他們3針嚟按過。哇，按過，韓國看起來嘅農場像是一個溫室的空間，裡面全部開風扇咧。做乜嘅要用溫室？因為你下種了農作物就話吼，包括你下咧，包括咧當到南部種菜要強咯，而家做農嘅吼，當辛苦即係講，你下落嘅水係個酸嘅水，酸水。可是雨水唔係對農作物係當重要嘅。係啊，頭個吼，你看當當年佢種，假如講出嚟咗甜椒，唔看嚟咗甜椒，唔看，佢皮啊金金爛爛，佢有爛冇錯嘛？就按那現在辣椒味有爛嘛？對，天然的保護膜。佢會保護你，唔會被偏落去。唔過你下落嘅水吼，唔必篤到水之後，你喺嗰種嘅落嘅水吼，相信大概各種廠商係會檢驗嗰種，個 pH 幾多？3.9。3.多是強酸哦，個強酸篤到水，其他種嘅落在就保護膜是唔見嘅。唔見一出嘢頭起來，至少然後啊三個調下子，哇當點糊糊。所以個你下做農嘅當辛苦時候，落個水之後，然後說噴殺菌劑。殺菌啦，冇殺菌啦，就是全部都兩面是賣唔得。所以講你下做農業時去溫室，用溫室栽培，然後搭起落，冇比北風落水都唔夠，冇比篤到酸水，也種嘅你看其中嘅東西是當家，你比篤個水是做個9000度。古時候係層保護用離開地球表面的方式，韓國又用直立式讓它往上爬，韓國又用溫室的方式，然後佢全部保護起來。按你種出來嘅 tomato，其實啦，做得當安全又當好食又當空間咯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轉來。各位觀眾朋友，歡迎又轉到福起來嘅節目，我係鍾意群阿群妹。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紹介係新竹關係旁泰個其中當島種嘅 tomato，還有其他嘅農作物咯。我有一個問題想問彭大哥，就係你種按島種嘅 tomato，我自己不看嘅慢慢沒有種東西，其中一項農作物當好種。唔過種其他，因為雖然他們都是番茄，都是 tomato，唔過無腔嘅 tomato，聽說會有無腔嘅照顧方式，它需要的養分可能沒無腔用。係啊。有讀到困難冇？也還知道，怎麼會想到說種按島？因為真係很麻煩，是什麼
什么动力让你想要真的去做？韩国你遇到嘛该困难？哦，头个种토마토的时是讲，种台湾的토마토嘛，吼，种介泰토마토、西토마토，然后是讲，就台湾的토마토真好食。嘿，真好食以后，我哋因为当日种嘅토마토量真多，拿到某去卖，摘토마토真辛苦，当日搬토마토搬2、3千斤以上。搬到樹都凍通，都未夠想到，那開放本人摘好的，結果本人摘以後，人摘凍到是我就開始摘토마토，토마토人潮越來越多，個人還是會嫌講，條街人家토마토吼，按好食唔係好食，酸酸好食，就是有不一樣的需求，不一樣需求。可是你為了符合讓這些消費者某可能喜求，不過你又種暗豆種，這中間應該會遇到很多困難吧？係啊，我頭講開始種토마토嘅時是所以種台灣咩吼，結果個改良廠要計主任啦吼，其實個先生嗰度吳立春老師，其實人嚟講，佢講旁條街而家種토마토，太介啦種토마토，佢建議我吼種到無強種嘅토마토，其實講你應當去種多無強品種、無強色嘅토마토。開始我當後生啊，是回個先生講，老師，你按講冇唔錯啦，不過種按到品種千難管理啊，有的適配冇強種，有的個栽培的方式就冇強種嚟講，按種千麻煩，還是冇談價發展出嚟啦哈。我當然係是靠要定種，種幾年以後，然後來當到嘛，佢先至個嫌講，我嗌咗新陽新啱，有新物嘅維他命 C、茄紅素，結果然後嫌越多。我是當好糖人然後嘅，進步越多，進步越多。結果然後我是甜，我是條無糖嘅，我是台灣吃唔到，是去外國吃。叫外國吃唔到，啲品種是會拿到台灣來種。冇想到種5年以後啊，吼，農場種硬到，哇，用法比薄嘅토마토時候，結果吼，我就是用5年前先生是哪講，種多種化，慢啲佢講嘅真勁係。真嘅，我是同朋友講，原來個先生很厲害。係啊，種暗豆其實這個冇按簡單誒，我覺得彭大哥應該沒有講中間的辛苦告訴大家。其實啲種토마토係啊，你一啲講種토마토，研究啲種토마토，黑嘅假토마토拿到台灣嚟種嗬。對啊，佢本來就冇去用手採上嘅。係，佢當時佢寫個，我當年嗬會拿攞去買鹽嘅時就到台灣嚟去種，我種唔係種千多，我差唔多種30條。30條。我要摘一堆溫室地杯啦，吼，種差唔多有15隻品種，當然都會種了做試驗嘅時候嘅，要先測試，係，就試驗幾多條台灣嘅營養當中啊，大個醬毛、甜毛、好食毛，麥定毛，有啲打到토마토吼，入面當看清醬哦，結果打開來個大下全部濕糊糊，我是濕糊開花，開始토마토然後看到是唔會想買啊。所以嗰種토마토對人台灣人講表示不適合生長，種起來冇可能。真就冇辦法就臭味哇！我是試驗成功，因為介紹俾人睇。真的我很龐太狗是토마토專家，不過佢其實唔單止係토마토專家，也係咪係草莓專家嘅。像也係你走紅看到嘅草莓啊，佢們說後面有一粒，這是很堅固的草莓，按你強強的按你輕。我覺得它完全不會受傷的感覺，它是很健康的草莓，韓國當空還有一點點光澤。對，光澤。佢草莓嚟講，佢係漿果類嘛，我記得當不當到仁呢，沒有種子，它是漿果類的。所以就草莓，種草莓要一陣研究啊，所以講，如果人家做種토마토做休閒做觀光嘛，當到然後是來到農場，佢講條街唔要種草莓嘛，講排泄係冇種呢。佢插入門一丟是這係的，叫講排泄哦，我係要吐細鹽來摘草莓，唔係摘토마토嘅，叫你冇種草莓，我嚟配配合的，叫按同樣是草莓，係啱開始種草莓。這個草莓好好吃哦，它的口感唔會綿綿，所以係脆脆硬硬。對，係脆脆硬硬嘅，這種草莓比較耐放誒。那種黑唔驚水，其實台灣厲害草莓品種差唔多5、6隻品種左右。我哋種差唔多有3隻品種。嗰時候也喺農場地度咪做得開放本海㗎，一隻草莓。種千多，種差唔多6萬條。那個草莓，因為你剛剛說你要離開地球表面，草莓也是離開地球表面嗎？草莓吼，我哋是分2種，一隻係離開地球表面，是種加糖的哦。種加糖是個北風落水，你多做得來摘，
因为佢係温室，係温室地帶，對。而且體重嚟講，我種係温室地帶加當嘅種嘅寵物係太人集體高嘅，細人集板凳哦。啊，幼稚園矮是集體，還有分高度就對了。有4站，有4站。還可以分課程就超哇，好！韓國除咗亞草莓以外啊，其實還有其他嘅搶菜果子，像楊樹紅呀，這是小黃瓜。係，那就小黃瓜哈。有乜嘅冇用啊？那就小黃瓜哈，唔看起來攞台灣嘅那位冇用，第一隻佢哋哈，黑段，佢短短配配，對，所以叫外號叫 A 個背高地小黃瓜。A 個背高地小黃瓜。韓國佢切開來看，唔那拔開來，看樣是當到水分。所以講叫做水果小黃瓜。水果小黃瓜。應該當做水果食來去，當切甜甜，啊水當多。哇，這好香哦！當香哦。韓國有一些的小黃瓜，我覺得會有一點點青菜的澀澀的味道，這個不會有。係，那台灣的小黃瓜是講，有生木啊，有生葉啊，啊長長幼幼冇水嘛，啊冇水，吃起來是會吃到嗰種澀種。啊，你做水起是辦法是切。這個不會，好好吃哦。還有一樣，這是哪一個國家的？哦，你說係以色列。以色列的小黃瓜。其他都全世界都有名哦，千尾大，嗰種千尾大。韓國那個一種係呀哈，當時行誒，當印度嘅食，叫做水果玉米，因為它是白色的。係啊，叫做上色水果玉米，佢係來自於嗰種嘅印度美國咧。美國人研究咧，保守研究到千多。當厲害嘅水果，你全世界嚟講嗬，研究保熟體厲害是美國人。這個好甜哦！適合當甜哦。這比那個黃色嘅保熟還較甜咁多。佢體甜差唔多16度左右啦。16度，16度。是甜度16度。那不就是跟很厲害的水果的甜度了？係啊，當然嗬，你佢將佢白嘅保熟魚就話嚇。如果我哋白死白好。如果我手冇洗哦，因為黏黏。其實保守鴨比較當甜。哈，連鴨味都當甜。係。哇！因為其實種嘅保守嗬係當特別，當然唔敢相信你啊，佢種啲人咯煮湯就話嗬，切一片煮湯，唔是標美素做的，個貴咗鑊湯就清甜。啊，我覺得生吃就太好吃了，還要煮湯，唔是煮誒啦。上次打槍聲就懂好食咧。係啊，韓國除咗呀，水果小黃瓜、水果玉米以外，家下誒你做紅一切都有擺定呀，當到食咧，甜椒味，一甜椒味，睇個亞農場地度，有種嘅幾多種色咧？農場地邊離下種嚟咗甜椒有8種色。8種色，亞下人看到，一條個種咧是有黃色啦，黃色、橄欖色、橙色、橄欖色，啊，離下好世界最有名嘅是荷蘭嘅，荷蘭的甜椒係世界最有名。哦，係當到色，係當到色，品種又好，品質又好。哇！所以嗰啲人全部都攞佢進口嘅。真嘅，你看，像這個紫色的。紫色的甜椒，哎，好可愛哦！五色被懂的影像，拍攝的咩？韓國拍攝咧，好可愛哦，超解用哎！當然講買做嘢嗬，不用做到，不用辦間嘢讓我試下做。真嘅哦，做得不用辦間嘢按叫。做得，兩天做得，一天做唔得。哇，古時候佢咩懂那一邊很堅固，對不對？古時候係個肉蝦盤。肉蝦盤的甜椒，古時候去到亞農場啊，做的是當道的tomato，咩做的是當道的甜椒，就像牙頭前壓一盤，看起來當好是很美味的這個甜椒的沙拉，對不對？要甜椒的沙拉，黑用嘛該說，因為沙拉一般來講可能就是加一些什麼美乃滋啊，這種沙拉油啦去打。對，其實嗰種適合唔健康啦。當然意思講，食甜椒，你像歐洲地嘅其他食甜椒當到變沙拉，結果沙拉什麼人揀配啊？所以講我哋啥，你一開始做啲種嘅好食，唔好去煮佢，我上色，聽一啲人就唔會變沙拉，是變乜嘅？唔會粉然後百香果醬。好好吃哦，這個超好吃的。食起來就嗰種嘅甜椒嘅天然果香。韓國那個 tomato 不是百香果醬，百香果醬那種酸酸又甜甜的米西。韓國我覺得你們的梅子粉，怎麼梅子味道那麼重？雖然我沒有看到什麼梅子粉，可是梅子味道好清楚，好重哦。因為我哋用一啲種梅粉嗬，攞一般嘅無控種水果，我哋清簡單調嗰種梅嘅工廠，嗬，攞佢繞橋的嗬。
做品質天好嘅梅粉。哇！頭嗰是講，因為買梅粉，所以講買因為買梅粉高級嘅。嘿。啊個市場送嘅唔是錢，按照低級嘅。嗯。啊，人講高級、低級，然後睇冇清楚，冇講清懂清楚。差別在哪？啊，當面講吼，我到去個梅工廠去看那些，人哋講哦，然後高級嘅梅粉係嘛個全部梅嘅肉去白去做粉嘅。啊，個種係按照低級嘅梅粉嘛個做，是梅粉去鹼粉嘅。所以當然人講啊，原來條街嘅唔是錢嘅梅粉都食到。骨頭冇食到肉啊！嗰個也係肉做嘅，係梅嘅肉做嘅。所以講，而家哋比方啲嘅乜嘅，像小黃瓜啦、甜椒啦，哈，全部都當好食。出嚟嘅番茄、tomato 呢，打番茄就不用梅粉，哇，非常好啲。哇！天然嘅。真嘅，嗰時候啊，真嘅，我哋同鄉親朋友來分享哦，假使2年嘅時間有限，分享起星座關係，請旁邊個了，請旁邊個西亞 tomato、西亞當好做嘅甜椒，還有其他當農作物、農產品哦。謝謝龐太哥今日來到節目現場，謝謝。好，謝謝大家。沒什麼，各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，停停運動，欣賞做運動。